Hello，我係 Jeffrey 啊。搬屋或者買樓投資呢啲咁重要嘅事咧，一定要做啱決定啊。比如你住落個新地方啦，你發現原來都係唔啱住嘅，咁又要再搬過啊，嘥晒啲心機，嘥晒啲時間。咁每星期啊都有同你一樣有選擇煩惱嘅人揾緊我幫手嘅，咁所以你都可以打電話、WhatsApp 或者 email 揾我嘅。我哋實地參觀得夠多單位啊，再交換多啲資訊同意見，咁你一定可以揾到乜嘢單位係最適合你嘅。咁我哋今日咧就會去勝利道睇一個細單位，好細，得200尺嘅啫。咁成日都會有人問我，喂，200尺嗰啲樓呢，係有冇人買？咩人會住㗎？咁細？咁我想講呢，我哋每個人對住嘅價值觀都唔同。通常新盤嘅細單位呢，係起喺一啲市中心嘅地方。一個人佢會住細單位嘅話呢，只不過佢 value 交通嘅時間同埋金錢呢，大於佢居住嘅環境同埋面積嘅。我舉一個實例你就明㗎啦。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去日本旅行，你 book 酒店嘅，咁你明知間酒店房係好細嘅，但係你都照 book，因為點解？因為近車站咯。咁你去緊旅行啊，咁時間同埋交通方面當然係最緊要啦。即係我張床細啲有咩所謂呢？係咪先？咁我哋睇緊呢棟大廈呢，就叫做加多利軒，絕大部分單位都係一房或者 studio 啦。咁呢個單位原本個業主呢，都做咗個 loft。咁佢都知道自己個單位細噶嘛，咁咪向高發展咯。希望個租客點都住得舒服啲。Studio 單位嘅售價呢，其實都係等於一個新盤嘅車位嘅。咁入場門檻真係唔高。咁如果你都想研究下 Studio 單位嘅，咁你可以直接打俾我 WhatsApp 或 email 嘅。我係 Jeffrey，多謝你收睇。